國際上要緊，咱來看國際社會上界新的情形。來看泰國的曼谷，在咧曼谷的郊區呢，有一間中學初七早起發生一宗慘案。一名14歲學生在咧厝內面先甲阿公阿嬤害死了後，佫去到學校對老師和同學開槍，落尾以來自盡。這件事件包含凶手在內有8個人死亡，死者內面有5位是老師，另外呢有15個人輕重傷。教室外口慶聲響袂停，學生秘一個大卡，有人驚到哭出來。泰國曼谷郊區南部地區的碧梨林中學，早起10點左右發生槍擊事件。現場的學生講，看到一個穿舊式體育衫的人手舉槍，經過教室的時陣，對一個上課老師開槍，現場真混亂。真濟學生一開始就是講有人放炮啊，尾也感覺無聲着，趕緊閉起來。ปึ้งผมก็เงียบไปช่วงนึงครับแล้วก็ยิงมาใหม่ปั้งอันนี้ทีแรกผมไม่คิดว่า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ปืนนะใช่ครับพอเสร็จพวกผมก็จะมาเข้าห้องน้ำครับคิดว่ามัน警方加急救的人員趕緊趕來現場，將學生疏散到另外一棟樓。警方拿蘋果、槍手抑個換儕武器，拿縮小包抄的範圍，要讓這個槍手看無路通走，在一間教室內底開槍自殺，送去病院半路死亡。當局講，伊是這間學校14歲9年級的學生。ที่ด้านขวายิงมาแล้วก็แบบหลบแล้วก็ยิงที่ด้านขวาแล้วก็ล้มลงแล้วก็เลยขึ้นไปปุ๊บไปเช็คชีพจรน้องยังมี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ก็เลย CPR กัน警方講，這個少年人先佇咧厝內開槍殺死阿公阿嬤，尾仔走來學校殺人，總共開26槍，抑佫剩34粒槍子。佇徛街找到的證據，發現伊耍遊戲耍甲真瘋狂。有一個老師講，這個囡仔已經成績袂歹，唔捌有攻擊性。因為伊犯罪原因，怎麼抑佫佇咧調查？泰國總理阿努廷也來到現場關心。泰國的法律是有限度準，合法有情。不過，這個限定無犯罪前科的本國的公民，用自衛的名義申請登記。即馬政府已經全面凍結公共場合早慶的許可，並且嚴格限制執照延期。今年2月，泰國南部接北發生校園槍擊案，造成校長在內2個人死亡。再過半年，又發生這件案件。反對黨領袖希望政府全面檢討槍支管制政策。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尤查南講，官方會宣布一項心理健康行動計劃，因應槍擊事件對校園甲社會影響。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輯。